話說喺印尼巴厘島完成旅居1個月之後，我喺農曆新年前返到嚟香港，休整咗足足1個月。主要係蛀牙要北上睇牙到牙根，同埋腳板嘅筋膜發炎受傷要好好醫治。然後就要計劃我下一個行程，由亞洲陸路去到歐洲。不過近年嘅戰局非常唔穩定，影響咗我一切嘅安排。我原定行程嘅第一個方案係先去西藏岡仁波齊轉山，然後經蒙古國上俄羅斯搭西伯利亞鐵路，再經波羅的海三角進入歐洲，到最後抵達法國，準備徒步1個月嘅朝聖之路。不過俄烏戰爭尚未結束，計劃擱置。第二個方案繼續岡仁波齊轉山，然後經新疆進入中亞，預計中亞5國逗留1圈，經土庫曼進入中東地段，陸路沿伊朗、土耳其進入歐洲，同樣都係以朝聖之路作為結束。不過可惜到而家伊朗戰火尚未結束，所以計劃都係要取消。前面2個方法未能如願，呢段時間絞盡腦汁去計劃行程，揾到仲有一個方法係利用海路橫跨歐亞，就係喺哈薩克西部搭船渡過里海進入阿塞拜疆。不過呢個方法亦都存在好多不確定性，例如呢趟係要搭貨輪，船期唔穩定；第二就係高加索三國最近都有戰火牽連，所以到最後我可唔可以如願搭飛機橫跨歐亞，大家就要繼續關注我嘅旅程啦。